藏身之处，护庇我，将我在翅膀影下。主你同在，是我的救的乐歌，环绕我，坚定我，隐藏我。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4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婕妤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个美好的早晨，能够透过读你的话语来亲近你。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一起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聚精会神，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要告诉我们的心意。求圣灵亲自感动每个人，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昼夜思想主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灵命粮食。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22章看见大卫虽然亡命天涯，但是他除了安顿他自己的父母在摩押，那甚至他还照顾投靠者，那有400人来投靠他。那这些人不是带着兵器来投靠，是带着躲在的、欠债的，这个心中郁闷的，都来投靠大卫。那扫罗他贵为一国之君，位高权重，却不务正业，整天只想要捉大卫，要大卫的命。那甚至这个亚希米勒就是以利的后代，那在挪伯城，那是祭司城，那他因为这个以东人多益的这个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那来陷害，遭受陷害，那也让扫罗的罪孽更加深重。那我们也看见大卫虽然为了保命的这一连串的躲避还有保命的行为来连累他人，那大卫也勇于承担尽责来弥补这一切的罪恶和遗憾。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23章，那先请婕妤执事带我们来读23章的第1节到第5节。大卫听说非利士人正在攻打基伊拉城，并且抢走了新收成的谷物，他就问上主：我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上主回答：你去攻打他们，救援基伊拉城。可是大卫的部下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尚且惧怕，再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不是更糟吗？于是大卫再求问上主，上主对他说：去基伊拉吧，我会使你打败非利士人。大卫跟他的部下就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他们杀死了很多敌人，又掳来敌人的牲畜，大卫就这样救了那城。我们在昨天22章的前面，就是大卫要安顿父母，然后对摩押王说：请你让我父母搬来，那跟你们住在一起，等我知道神要我怎么做。那所以可以看到大卫他对于上帝的旨意或是上帝的安排还不是很清楚，但到了23章，大卫跟上帝可以直接求问，那上帝也直接回答，那都是很清楚的是跟不是，可以跟不可以。那这样的求问方式就是透过祭司来求问。那祭司的求问就是用这个祭司的所穿的以弗的前面的这个胸牌乌灵跟土名来祷告。所以我们昨天看见22章是这个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也是以利的后代，以利的第5代。
那加入到大卫之后，那等于让大卫也多了一个祭司在身边，那他可以透过祭司，那带着以弗得，那可以来向上主来求问。所以求问的事情就是非利士人正在攻打基伊拉，那大卫他这时候呢，是躲藏在这个从哈列的树林，那躲藏起来，那他却听到这个附近的附近的基伊拉被非利士攻打，所以大卫这个英勇的行为，或是他想要对于这个同胞的解救的心就出来。可是跟从他的人不全部都是这些的军队或是受训练的军人，那他们虽然有的赞成，但有的也跟大卫来说，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我们还能够去帮助别人吗？好，我们在犹大都躲得要命了，好，那我们还去基伊拉打非利士人，岂不更糟吗？所以大卫又在求问上主那基伊拉从哈列的树林到基伊拉，好，那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他从这个一开始的躲藏路线，好，又往西，又往南，又往西，又往东，好，那又往南，好，又往西，好，那这样不断的逃跑，好，所以他可以看见大卫他躲避的路线。那他现在听到在基伊拉靠近非利士的地方被非利士人来攻打，那所以他要从哈列的树林过去了。那他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军事的要地，那所以大卫可能也担心当基伊拉被非利士人占领，那这个以色列的国土国境就会被占领。那所以当大卫第二次在求问，借着以弗得来求问的时候呢，上主很清楚的回答，去基伊拉，我会使你打败非利士人。所以有上主有祭司这样子的求告，让大卫就信心大增。所以第5节讲到大卫就跟着这些可以说是大卫是山寨的寨主，那带着这一些的丐帮或是带着这些各路的英雄也不能说英雄好汉因为他们都是带着生活窘迫欠债，心里苦恼，但是大卫却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军队。那本来400个人，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人数不仅还增加，变成600个人，所以他们就杀死了很多的敌人，还掳来了牲畜。那最主要的是大卫就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了。所以大卫虽然自己在逃难，但是他还能够去解救自己的百姓同胞。那所以他上帝与他同在那特别是加上这个祭司亚比亚他的加入。那接着再请婕妤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9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往基伊拉投奔大卫的时候，曾经把以弗得带去。扫罗知道大卫到基伊拉去了，就说：上帝已经把他交在我手中了。大卫跑到一个有城墙、有门、有栓的城里去，等于自投罗网。于是扫罗召集军队备战，向基伊拉进军，围攻大卫和他的部队。大卫探知扫罗计划攻打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把以弗得带到这里来。好，谢谢。那所以亚比亚他的父亲就是亚希米勒，那也是当初大卫逃出来的时候到挪伯来见亚希米勒，后来亚希米勒给他5个陈设饼，又给他一把刀，是歌利亚的刀，那歌利亚刀就放在以弗得的后面所以当亚希米勒全家被杀死的时候，那这个以弗得可能就到了亚比亚他的身上，所以在第6节这里就提到这个为什么大卫可以直接来求问耶和华，而耶和华也直接给他是跟不是、可以跟不可以的答案，那都是透过祭司用以弗得来向上主来求问。那
这件事情后来又传到了扫罗的耳里啊，所以扫罗，他并没有感谢大卫来解救这个基伊拉的同胞，反而呢继续要来追杀大卫。那甚至在大卫的心中这样说：神将大卫交在我手里了，因为他到了有门有栓的城，把自己关起来了。那基伊拉这个地名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堡垒，堡垒。好，那好像在扫罗他不 care 这个基伊拉百姓是否得救，他只 care 大卫到底死了没有。所以现在大卫来到了基伊拉，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是一个要塞，也是一个有门有栓的一个堡垒。那甚至扫罗就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大卫他也求告神，扫罗没有求告神，但扫罗一心就认为这是神的安排，让他可以来将大卫手到擒来，变成自己的囊中物。所以扫罗他就召集军队，那向基伊拉来进军了。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经文就是非常的讽刺。那大卫他自己都已经是生活堪虑，那他还要照顾400个人，那而且这个基伊拉的百姓同胞都受到敌军的包围，那大卫去解救他们。但是现在扫罗是一国之君呢，他却要来自己攻打基伊拉。不晓得大家有看出这个圣经当中这个撒母耳记作者的对照，就是要让扫罗和大卫2个人的身份是悬殊，可是心中对于这个百姓也好，对于上帝也好，这种心中的态度也是悬殊啊。那这件事情呢，又让大卫也知道，那所以大卫呢，又在要亚比亚他把以弗得拿过来那他要再求问上帝问题所以大卫又继续问了问题。那接下来再请结语带我们来读10到13节。大卫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我确实听说扫罗正计划到基伊拉来，为了我你仆人的缘故，要毁灭这城。基伊拉居民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我听说扫罗要来，他真的会来吗？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恳求你回答我。上主回答：扫罗会来。大卫又问：那么基伊拉的居民会不会把我和我的部下交给扫罗呢？上主说他们会。因此大卫和他的部队约有600人，立刻离开基伊拉，到处游荡。扫罗听见大卫已经逃离基伊拉，就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好，那我们也看见大卫借着以弗得，那跟上帝问的问题都是只有是非题没有选择题那都是是非，是跟否。那所以大卫问扫罗是否会来，那上主也透过以弗得清楚的回应会来。那大卫又问，那基伊拉的居民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那所以要跟上主问，或是要祷告，这个问题也很重要。那大卫问到了重点，就是他的解救了基伊拉，但是基伊拉会不会出卖大卫？他们有没有还是会保护大卫，不会把大卫交给扫罗？那上主也说他们会。那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未知数，都是一个预设的假想题。那所以大卫预设假想题，那上主也预先的就回答大卫。那大卫也进一步的做计划，按照情势来做判断。那上主也给予大卫线索做判断。但是呢，大卫决定了，最后他的决定就是，既然扫罗会来，而且基伊拉的人不会感谢大卫，或是说不会帮助站在大卫这一边，他们会站在以色列王那边。但是大卫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对基伊拉的人就怀恨或是愤恨，而大卫选择就离开那他就离开。虽然他是冒着性命危险来解救这城，但是13节讲到大卫就跟他的部下有600人。那所以这里说部队呢，这个圣经的现代中文译本翻译部队，那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能够成为部队还有待商议但是就是跟随大卫的人已经有600人。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是得上帝的心，也得百姓的心，所以从400人，那在短短时间当中还增加600人，甚至600人都跟着大卫是一心，大卫要去打，那大卫求告神之后，他们就跟着去打。那现在大卫要离开，这600人要离开吗？好，那他们也跟着离开。那对照在我们读13章的时候，大卫跟约拿单，好，那约拿单他们有3000个人军队，那约拿单有1000，扫罗有2000，对，是扫罗跟约拿单。那扫罗2000呢？可是到后来呢，好，2000跟着扫罗的人剩下600人了，好，所以扫罗只剩下1/3，可是大卫呢，却从400增加到200，好，是增加了1/3。所以这也在这个跟从大卫的上面，也是一个很清楚的对照。好，那回过来，所以大卫决定要离开，就逃走，那扫罗就停止出发。好，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上主跟大卫说扫罗会来，可是事实上扫罗没有来，因为扫罗就听到大卫逃跑，那到底是上主说的话是准还是不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透过这样跟上帝的祷告，或是说上帝预先透过先知预先的告知，好，这些事情好像上帝说会发生，会出现，会有这样的事，会有这样的情势，可是最后来看结局没有，并不是说上帝不准，而是上帝让人的心，就是或是让万事可以互相效力。所以就把原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好，那借着上帝的同在或是上帝的指示，好，让事情就改变，就不一样。好，所以一方面扫罗没有来，因为扫罗没有来，所以基拉的臣民也没有把大卫给交出去，因为大卫自己先离开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好，接着再请婕妤带我们来读14节到18节。大卫继续在西弗一带的荒野躲藏，扫罗一直在寻索他，但上帝不把大卫交给他。大卫听见扫罗决意要杀害他，那时他在靠近西弗荒野的哈列。约拿单去见他，鼓励他要依靠上帝的保护，对他说：“不要怕，我父亲扫罗没有办法害你，他知道得很清楚。你将来一定会做以色列王，而我的地位仅次于你。”两人在上主面前重新立誓，结为生死之交。大卫留在哈列，约拿单则回家去了。那大卫离开了基伊拉，来到了第9站，第9站就是西弗。那西弗也是荒野旷野，但是它靠山有树林。那扫罗还是到处在派人打听，大卫现在人在哪里？所以整个全国上下大家都好像布下这个天罗地网，那在调查到底大卫人在哪里，扫罗要去杀他。那现在扫罗没有见到大卫，反倒是这个约拿单先见到大卫。那在14节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但是神却天天保护大卫，就是不把大卫交给他。所以这也是神早就已经这个命定或是预先安排。好，那要把扫罗的王位交给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那这个天天为什么不赶快交出去？也因为上帝要透过这些的环境，来检视，来看大卫的心是不是真的是合神的心意。因为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那约拿单比他的父亲先知道，那或许也有可能是大卫让人去见约拿单。好，那所以约拿单呢，就去到了西弗的旷野。那甚至在西弗呢，好，那就是离我们可以看地图又从基伊拉又南下来到了西弗，又来到了更南边了，以色列的南边。好，那也是属于中央山地。好，那靠以西的地方，中央山地的
东边，好，东边，好，所以他们也是在山中这样躲藏哦。那约拿单见了大卫呢，跟他提很重要的讯息啊。好，那上一次他们两个人见面是在20章，好，那20章那次的见面呢，就是约拿单见大卫，好，那他们彼此立约，那大卫要约拿单好编个谎言，好，说他回去家里面，好，然后就扫罗就后来生气，甚至气到要杀约拿单，好，约拿单好才来见大卫，好，那告诉他他父亲真的要杀他。那两个人就分开。那这一次的约拿单又跟大卫见面，好，是最后一次的见面，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撒母耳记也快要结束了。好，结束的时候就是扫罗跟大卫跟约拿单父子都同一天死在战场上啊。那这次的见面呢，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又再一次立约。那立约的内容是约拿单他更看清楚局面和局势。他告诉大卫，你不用怕，我父扫罗的手无法害你，因为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做你的宰相。我父扫罗也知道这事，所以约拿单已经把这个整个大环境，即便约拿单、扫罗他们没有以弗得，他们没有祭司来帮他们求问神，但是在他们的心中，他们都越来越清楚。现在上一次在20章，约拿单跟大卫两个人立的是平等的条约，就是如果就是他们要彼此的帮助，而且呢不可向彼此的家来断绝恩惠啊。那他们要谁成功谁就要辅佐谁啊。那是平等条约。但现在呢，约拿单已经向大卫来臣服啊，就是约拿单知道他不会做王，而是大卫要做王。约拿单如果大卫做王，那约拿单就要照上次两个人约，他就要辅佐他，成为他的宰相，成为他的帮助者。所以他不会抢夺他的王位，或是争夺他的王位。那甚至约拿单都说，我的父亲也知道这事啊，也知道这事。所以18节就是两个人又再次立约，所以20章所立的约在这里又立约。那大卫就继续在西弗旷野的树林，而这个树林呢，在有的翻译哈列，那现在中译本就把它翻成哈列。但是呢，和本还是保留，就是在树林啊，就是他们还是在西弗旷野，并没有去到其他的地方。因为从下面继续的故事的发展，大卫并不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在西弗旷野的树林，树林就是哈列，就是树林的意思。好，那这两个人就是最后一次的见面。那接着再请婕妤带我们来读19节到25节。有人从西弗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藏在我们境内，在犹大荒野南部哈基拉山上的哈列。我们知道陛下很想捉拿他，请到我们境内来，我们一定协助陛下找到他。扫罗说，你们对我很好，愿上主赐福给你们。去吧，再一次查清楚他在哪里，看谁看见他。我听说他很狡猾，你们去查明他藏匿的地方，立刻回来报告，我就跟你们去。如果他还在这个地区，即使我必须搜遍犹大各宗族，我也要把他找出来。于是这些人动身，在扫罗以先回到西弗去。大卫跟部下躲在马云荒野，在犹大荒野南边的荒谷中。扫罗领部下出发搜索大卫。大卫听到风声，就往马云荒野逃去，躲在大岩石后。扫罗探知大卫的行踪，就去追赶。好，那大卫他来到了这个第9站是西弗。好，那在这边的虽然见到了约拿单，好，那西弗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地区啊。好，那等于对这个地方来讲，应该是大卫，好，大卫是犹大支派，好，所以是大卫的同胞，大卫的宗族啊。但是
前面有提到好基伊拉好基伊拉好，那有可能会出卖大卫好，那但是现在西弗人呢好自己出卖大卫好，那所以19节就有人从西弗好去到基比亚好，那所以从南边好，那扫罗的据点一直都在基比亚，那就在这个拉玛跟耶路撒冷的中间呢。好，那但是有人就从西弗上到基比亚扫罗那边，说大卫就在我们那里啊，在西弗，而且在树林的山寨，就在荒野的南边的哈基拉山呢。所以这个哈基拉山的这个哈列，好，所以这同样又是哈列，就是指树林。那哈基拉呢，好，这个地方是指意思是指黑暗，好像就是躲在这种黑森林或是在黑黑的树林当中，好茂密的树林当中躲藏啊。所以以弗人呢，对不起，西弗人呢就要来邀功啊。20节说王啊，好，现在我们知道王你想要捉拿他，你现在可以照你的心愿啊，你要来就来，我们会帮你把大卫交在你手里啊。好，那这对扫罗一听呢很高兴啊，因为22章扫罗还在牢骚好埋怨，为什么他身边的便雅悯人都不帮他呢？好，现在呢，好是犹大人要来帮他，所以犹大便雅悯他们都是支派的，都是属于在南边的这个以色列12支派的南边南边的地方，所以扫罗就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啊。好，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扫罗他其实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拜偶像，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其他的神。好，其实扫罗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以色列人，所以他在这边也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好，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是他这个真心？好，因为他跟上帝的关系已经非常的糟糕，连耶和华的祭司受膏者他都杀了，那他还能够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所以这些话呢，在这里听起来是相当的讽刺啊。好，那为什么扫罗要搬出上帝的名来赐福他们？因为说你们体恤我，好，你们愿意站在我这边。那但扫罗呢，好，他还是生性多疑。扫罗说：“你们回去再确认。”好，那我们刚看地图啊，就是从基比亚到西弗，好，这段也是有一段距离啊。那但是扫罗呢，要他们这些西弗人再回去确认清楚他落脚的地方啊。因为扫罗说，因为有人告诉我大卫很狡猾，好，很狡猾，好，那扫罗抓不到大卫，好，所以就说大卫很狡猾。好，那但是背后更狡猾的就是扫罗自己，而且扫罗要西弗人看清楚，调查他藏匿的每一个地方，回来给他确实报告，我就与你们同去啊。好，我就会从犹大的千门万户当中，家家户户中把他揪出来抓出来。所以这群西弗人呢，应该也是一样，跟这个多益都是为了邀功，都是为了得到奖赏，都是为了得到好处啊，所以来出卖大卫。那大卫呢，从西弗呢的旷野或是西弗的树林呢，那现在呢又来到了马云旷野，好，马云旷野。所以这个马云旷野呢，跟西弗旷野呢，并不远啊，但是又在往南推进，所以这个是大卫有记录的第10个地方，那就是在这段时间换了第10个地方啊。那这次带了多少人呢？不晓得，但是西弗人出卖大卫的事情呢，在诗篇的54篇有记载。那诗篇54篇很短，只有7节啊。那诗篇54篇的前面有一个小字，这小字这样写：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做这训诲诗，交给圣咏团长用丝弦的乐器啊。所以这个诗篇54篇讲到神啊，求你因你的名拯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啊。好，那对照的就是扫罗呢，用上帝的名来赐福西弗人，但是现在大卫是求告上帝的名，因为西弗人都要害他。好，那
大卫说：神看哪，神是帮助我，主是扶持我性命，他要报应我仇敌所做的恶。求你凭你的信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颂扬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我的仇敌遭报。好，所以虽然西弗人后来怎么样不清楚，但是大卫的仇敌到底是西弗人还是大卫呢？好，我们读诗篇54篇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卫的仇敌指的不是指西弗人，是指扫罗，而扫罗就是滥用耶和华的名好，这也是十诫当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好，那扫罗跟上帝没有这样的关系，可是他却把上帝的名呢挂在嘴边了。好，那最后一段，好，那再请介玉带我们来读26到29节。扫罗和他的部下在岩石的这一边，大卫和他的部下在另一边。扫罗这边的人已经很靠近他们，快要抓到他们了。他们急忙走避。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使者来向扫罗报告说：“请快回去，非利士人进犯我们的国境了。”于是扫罗停止追赶大卫，回师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叫革黎岩。大卫离开那里，上隐基底地区去，躲藏在那里。好，谢谢。那马云旷野是大卫逃的第10站了。好，那这个到了后天25章，我们会读到拿巴。好，拿巴就是在马云这个地方的人好，属于南边。那扫罗就透过西弗人的帮助还有调查，好，那他就要来就出来了。好，所以他这些西弗人也很认真好回报，那确定大卫曾经在哪里，他可能会在哪里因为毕竟几百个人还是找得到。那扫罗就去，那去呢就也有人告诉大卫扫罗来了，所以扫罗呢就躲到岩石好，那在马云旷野，好，那就扫罗听见呢又在马云旷野追赶。好，那扫罗在山的这边，大卫在山的另外一边。好，所以这里会有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就是一座山把他们分开。那明明就是很接近，就在山的这边，可是扫罗怎么找呢？就是找不到。那大卫要带这么多人逃跑呢？好，那就是好像有一点这个捉迷藏或是官兵抓强盗。好，那就是总是会有一个隔绝。好，那这隔绝虽然是一座山，好，那也是上帝的隔绝因为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中，所以这个山呢，好，有一个名字叫做隔离岩，隔离的石头。好，那这隔离就是让他们虽然就在旁边，但是怎么样就是见不到面。那现代中和合本保留它的希伯来名字叫做希拉哈马西罗解。希拉哈马西罗解。好，那这个意思呢就是隔离的意思隔离石头的意思。好，那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扫罗始终呢就做不到大卫。好，他虽然说大卫很狡猾，不是大卫狡猾，而是上帝好帮助大卫。好，那最后节提到大卫就离开了第10站马云旷野，去到了第11站隐基底。好，那隐基底我们明天再来介绍。好，因为这也是昨天我们主日礼拜的这个经节。好，那就是大卫跟扫罗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好，而是上帝帮助他。好，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大卫有祭司亚比亚他的帮助，主要是有以弗得，他可以清楚的求问，所以他从上主得到很重要的讯息预知。那扫罗的却是用环境来判断情势利弊。好，他认为大卫呢，好，他去到了基伊拉，好，等于自投罗网，好，把自己关起来，好，还自以为神与他同在。那约拿单和大卫见面，好，在西弗旷野的树林当中，那这次的立约呢，好，那约拿单甘愿成为大卫的臣仆好，但却不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成就，好，因为大卫要成为王之前，扫罗和约拿单都已经
战死了。那扫罗呢汲汲营营的想要捉拿大卫，好，那还有一群人，好，西弗人也是汲汲营营，甚至连基伊拉城的人，好，也想要汲汲营营，好，从王得到好处，好像多益一样。但这些人呢，好，不管是多益也好，基伊拉城也好，西弗人也好，还有连扫罗自己也好，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付出这么多，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最后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和捉影，可以说都是白忙一场啊。好，那诗篇54篇，说他们眼中没有神啊，但神是帮助我，所以有神的帮助，跟没有神的帮助，所努力做的事情的结果是差很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塞拉巴父神，感谢你透过今天这一段大卫躲避逃避的经文当中，也让我们学习我们应当如何来求告神、求问神。凡是上帝所应许的事情，我们就应当勇敢去做。上帝所不答应的事情，我们就应当要保留，应当要不要贸然的前往。求主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查验神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持守善美的要持守，干了恶事要禁戒不做。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求告你的名。之前是能够与神有建立良好的关系，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婕妤，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平安，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大家平安。过死因有故，疲惫之处，你引领我的安歇之处，你是我藏身之处。